唱歌唱歌。这个这次不要用，哪一支不要？这次给放的这次吧，这次已经。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主所定的日子，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用诗用歌来娱乐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真欢喜，伫咧疫情期间，咱拢已经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娱乐。来，咱这时要来看新圣诗是272首，旧圣诗。178首，有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阮爱上帝圣殿，救主荣光着显，而且有大欢喜，赢过世上无比。来，咱来到日上的圣殿。咱就用欢喜的心来娱乐，来敬拜，因为主的荣光即时要伫咱中间显现。好，来第一站，好嘞。
内底讲着，算命啊，阮爱上帝的圣殿，因为救主的荣光在伫遮显现。兄弟姊妹，咱现在伫个地面上的圣殿咧学乐敬拜，将来咱伫天里的圣殿嘛是共款要安尼来学乐敬拜。所以咱即时就是咧学习，将来咱要去到上帝国度的时，甲咱的正信徒甲咱的正兄姊妹三甲伫遮学乐人生。所以咱伫遮看到讲，伫主的圣殿来得到平安，来得到安慰，心内底郁卒，当伊若飞动的伫即个所在，上帝会安慰甲你三甲伫个，互咱会当得到平安。来，咱搁要来吟一首的圣诗，是新圣诗620首，旧圣诗288。真光大乌暗包围中，影行真光大乌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金星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夫妻下步通行天下路路，无受情景，站站因带保护。咱行去路，主安尼来站站来因带保护。来第一站咧，来。我
一个人拢若亲像伫世间的人客钱，咱拢离开咱真的故乡真远。咱的故乡伫叨落？咱的故乡伫上帝遐。咱对上帝来，嘛要转去到上帝遐。总是现今咱伫世间在奔走世间的路途，哪敢若离开故乡真远的一个囡仔，到有一天，咱的心羡慕，咱会个转来到咱的天地阿爸爸上帝遐。虽然咱伫即个世间，总是请咱会记哩歌词甲咱讲，疼痛真光，一直在保护着咱。上帝恩典慈爱，拢无离开咱。无论咱伫什款的光景，主的疼永远甲咱相甲伫咧。一个疼的动力，不断催迫咱向前来跑走。兄弟姊妹，所以毋免惊。伊刻在伊的教导，只是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原是你所疼的宝贝仔囝。主你的疼，时时刻刻甲阮三甲伫咧。愿一生一世，主你的恩典慈爱，拢无离开阮。所以，就算讲阮伫世间会拄着济济艰难，或是试探，或是试炼，或是苦难，互阮的心艰苦、伤心、流眼屎。总是主你有缘甲阮三甲伫咧，你的疼赢过遐个，互阮恩典搁较济。主愿是活伫你的疼的恩典中，何等有福气的人！主愿满心感谢你，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来挖掘你，当阮心软且软弱的时，主啊，将你的大气力、大恩典，搁一届灌压伫阮的心中。主你的信心丰丰富富，甲阮三甲伫咧，安慰阮，安慰阮，软弱的心。互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光荣壮大，主啊，满心感谢你。愿相信主的气力超过，也会当带互阮的是超过阮所遇所想。愿我靠主的恩典，会当搬过遮的艰难，会当得胜搁存，会当勇敢见证主的圣名。满心感谢，但愿恳求一时。主日圣神甲阮三甲伫咧，开阮的心，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内面，互阮的心得到帮助、欢喜、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为着你吩咐你的使者，以一切的路保护，因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这是咱的三角内灵诗，请咱献开圣诗272首，新的圣诗272首，旧的圣诗是178首。
愿爱上帝圣体，救主健康拄现，而且有大欢喜，行过世上无比。那这请咱起立。上帝十条界记载伫圣诗的头前。若有早圣诗的，请你念几圣诗；若无，请你看咱的投影机。上帝十条界，请咱随声。第一界。我有你第二界。当你家己了解我想，我一定会出界的，主来所为你，让我最理想。当你把你养大使因我要我也想的，但我都有问的想的，你对我来，我不有业罪，你得到到三世来，要我是我带来的，我是问你到将来。第三界。当上天要我也想的。因为人上天意的名，要我一个最高罪。第四界，修己罪行，你来最自家，到第七日就是要我列上帝来修了。这个你甲你查某囝，我不必精心。一段你用咱的出来，一切甲拢不做，因为咱来要我创造天地海，该用咱的能力，电视运算，所以要我使我叫你，使你最是。第五界。要到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要我列上的，相信你的。第六界，当来死啊！第七界，当叫来年。第八界，当头体。第九界，当最低的当你的厝边。第十界，当你的厝边的厝，当你的厝边我有米有土，以及你的厝边是一切都有的。请坐，请坐。咱要大家来体验，新的体验文是新城区后面第13篇。
而且我来客请咱兄弟来入。这样文伫13篇也就是记载咱的诗篇42篇。上帝啊，我的心迫切仰慕你。心情迫切仰慕你。我的心喙干仰慕上帝，仰我的上帝。我暂时到上帝面前祈求你。我每日用目屎准患者。因我夜上帝的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用我以诚实声大家事情。我对念正的代志。心为上帝想。我的心啊，你是安怎不做？是安怎伫我内面排排参差？要仰望上帝，我要久要称赞你。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做。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甲以散的山效力你。你的瀑布出声，深烟甲深烟三呼应。你的无路，你的供应，含我。你是上主喜乐伊的阻碍。你是以我请我对使我无恙的上帝支持。请咱做声。我要对上帝我的主喊好。你哪会怎袂记得我？我是怎会对你合并伊相名？我的对敌欺负我，拍碎我骨头。因我对上帝的公义。我的心啊，你是安怎不做？要仰望上帝，我要久要称赞你。因为你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这是请咱3个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看顾，你的恩赐，阮今日咱有法度，搁一摆围雷来到伫圣殿，而且来敬拜阿罗你。主，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你是听阮的上帝，你常常伫遮四围咧保护阮。主，阮只有伫遮向你学乐感谢下定，因为阮拢袂记通做啥物。主，你知伫这全球受着这个疫情的冲击，阮侪人还袂伫到主你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你，总是阮有主你的恩赐恩典，互阮有机会伫遮搁来敬拜阿罗你。阮恳求主你甲阮三个伫咧，主，求你也赦免阮世间人，因为阮世间人伫遮犯罪伫你的面前，阮常常自高骄傲、自私，爱较赢去处理，你家己做才会伫遮临到。主，恳求主你也帮助你，阮每一个人的心情，对伫即摆的疫情，会伫搁较体会主你的拣选，搁较体会主你要搁一摆来救赎阮世间人。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要将阮的兄弟每一个人拢完全交托伫你的手，因为阮爱接受着即个疫苗的注射，若是有注射过的，求主你拢看顾心中肉体得着平安安然经过。主，若是伫遮还未接受着这疫苗的注射的，求主你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出入得着平安。有主你做阮的护心镜，有主你做阮的关台，夜早保护。主，阮只有将阮每一个兄弟完全恭敬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主，求你也帮助伫阮教会，伫遮无论阮所推展的 PRG， 还是阮伫遮所要推展的家庭的祭坛，
求助力拢是阮伫即顶面，互阮每一个团结小组拢有助力的祝福，甲阮三个伫咧，带阮伫头前的路，互阮而且会伫搁较体会主你怎样在带阮向前头前的路。主伫咧早起时，阮规位伫遮咧敬拜你的时，求主你也牵起阮的心，安静阮，听当阮心内所一切有的，静静来听主你所要互阮的信息。阮也要恳求主你交托伫阮，无论阮所要讲的，还所要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恳求，拢袂空得。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代志要成就。
然后照圣经的，请你献归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若是有照圣经的，请你献归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若无，请你看咱的投影片。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迄时，耶稣互先知传到旷野，要受魔鬼试，已经应了40年。后来就了4月，我来到，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变做囝。若是你讲，有在讲，咱的话，毋是话讲命。就是我的对上帝所拢总的话，魔鬼就把你到现城，互你行人间的路，该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甲你了落去，因为有记载讲，伊要为着你的愿意的比赛，因为免你的家得着救。耶稣来讲，佫有记载讲，无你是主你的上帝，魔鬼佫带你上阴间山，用伊的烦恼甲伊的严灯互你看，该讲你若敢落拜我，遮的我拢互你。耶稣就来讲，撒旦骗你，因为有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人命。对安尼，魔鬼归伊，有天才到来伺候伊。咱圣经读到遮。今日伫遮要甲咱三甲分享勉励的是咱的杨汉德，伊所要分享勉励的题目是小心试探就伫你的身边，小心试探就伫你的身边。姊妹平安。平安。那你这个主题甲咱。今日台嘛，毋是今日啦。我顶一间讲到，讲一个讲啥？讲一个讲魔鬼吼，魔鬼做的工嘛诚侪呢。所以即马讲安尼爱小心，伊定定伫你的身躯边。但是咱拄仔的是我甲恁讲，咱的身躯边佫有一个更较大的是啥？上帝。阿门，是咱的上帝吼。咱是安怎今仔日要爱来读即段经文的？虽然咱的上帝定定伫咱的身边吼，甲咱杂了保护了吼，可是咱家己的心当时会叫魔鬼安怎？会叫魔鬼交去吼，定定毋知影魔鬼吼是用即个方法，就甲咱的心安怎交过去吼，所以咱爱来知影，即个魔鬼定定用啥物方法来试探咱，咱较会来抵挡吼。好，即马是来看。这个耶稣受洗礼了后，就去互圣神呢引带到旷野，拄仔有读着，受魔鬼的试探。咱魔鬼几摆试探耶稣啊？对，大概吼，拢是安怎？有怪耶稣看的，就是咧有怪耶稣对上帝无忠心啦。魔鬼常常就是安尼，甲即个咱军队主的路程中间呢，总是想尽办法呢，要互咱来犯罪。所以呢，上帝引带咱的性命，上帝引带咱的性命，伊嘛允准有啥物有患难、有艰苦会临到咱。但是咱需要对上帝有信心，知影上帝掌管，知影上帝对咱的疼，也了解着上帝的话语、有能力，安尼咱就绝对安怎？会使一摆搁一摆，伫咧每一摆无共款的试探中间呢，
最后来得到上大的赏赐。今仔日咱要对这段经文来了解，这个魔鬼伊是怎样来试探人的，吼。好，伫个旷野40天，耶稣伫旷野40天，伊受着魔鬼的试探。这件代志呢，互咱想到啥物？我感觉你爱读圣经的时阵，你对个数字啊，同款的数字，拢爱有点仔的感觉。40这个数字，你就会想到啥物？摩西是不是40天对不对？40天，40天，拢是40。啊，毋过吼，你会使安尼去想着，摩西伊伫咧侍奉的时阵呢，伊伫山顶40天创啥物？受上帝所赐的律法。伊的服侍即个时阵是一个真关键的时阵，但是伫咧山骹呢发生啥物代志？哦，以色列百姓开始忍袂了吼，忍受袂了迄魔鬼的引诱，伊就开始来拜偶像，是毋是？吼，一点仔过时间，因就将上帝放袂记，还佫离开上帝。即个福音书内面，拢记载着耶稣是先受洗礼。然后呢，上帝证明伊是啥物？上帝的囝。到尾啊，才有一段吼，进入旷野，进行出来伫遐旷野，然后40天的时间，拄着魔鬼的试探，而且呢，耶稣赢过即个试探。咱对摩西甲耶稣这两件代志，咱知影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这称做上帝后生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整个民族，吼，因伫咧旷野40年，因是上帝安怎失败的囝，失败后生吼。但是这失败的囝，因有拯救无？上帝有互因拯救无？有，上帝互因唯一的拯救是啥物？就是耶稣。耶稣伊嘛伫咧旷野互魔鬼试探40天，伊是但是伊赢过即个试探，所以伊是真正赢过的，真正成功的后生。吼，所以即个失败的后生需要即个成功的后生的拯救。撒旦伊当年伫咧园里试探引诱亚当甲夏娃犯罪，互人甲上帝分离。人甲人之间呢，安怎？会冤家会埋怨，吼，互相埋怨。即摆伫咱即个末世时间，伊嘛引诱着人来陷入即个危险的试探内面。毋过咱诚做肉体的即个人子耶稣，伊嘛是受礼了后，是上帝的囝的耶稣。伊受到的试探是危险的，而且是跨时代、跨历史的，有一个重大意义伫咧。因为耶稣伊的试探，耶稣伊是代表着啥物呢？代表着律法甲神旨。即个律法甲神旨，佫代表着啥物？以色列人甲外邦人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而且呢，伊得胜，这证明啥物？律法甲神旨的道理，吼，律法甲神旨的道理是啥物？听上帝和听人的即个命令，人是会当安怎遵从的。耶稣伊嘛代表着过去、现在甲未来所有的人受这试探，伊赢过了试探，打败魔鬼，正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表明人过去伫咧迄个亚当、夏娃迄个时间受试探、迄失败甲迄个见识。伫咧耶稣基督内面，拢总安怎赢转来，并且上帝救恩的计划会使来开始。这是试探一件代志，是耶稣伫咧开始伊侍奉正前所遭受的，伊赢过啊，代表讲伊的救恩的计划承受的即个一份，再来开始一天。咱安尼，咱嘛会使知影讲，咱人，吼，耶稣是代表咱人赢过即个试探，咱嘛才来知影讲，咱人嘛会使赢过魔鬼的试探。假使耶稣伫咧魔鬼的试探中来失败，就无可能了后之后才会赢
伫咧地面想的祈祷、服侍遮个代志、传道遮个代志，应该无可能有像是伫假完成救恩、完成救赎即个恩典的大事工，安尼人就无即个得救的毋通啊。所以咱即摆要来看福音书，伊写着魔鬼的3摆的试探，咱是来想即个试探的方法。是安怎讲？这是万年的3试探，无管偌久长，拢伫咧即内面，拢伫即3件代志内面，咱就爱来想吼。好，第一件代志是啥物呢？就是引诱人咧用无合上帝心意的方式来满足家己的需要。第一个试探是讲，你若是上帝囝，就甲遮个石变做饼。耶稣伊是完全的人，是毋是？吼，伫咱中间的时阵，伊是完全的人。因为40天的禁食了后，当然会枵，是毋是？吼，会枵。啊，弟兄妹，即个肉体的需要并毋是罪哦，但是讲咱如何来面对甲处理即个需要，才是有犯罪无的关键。魔鬼试探人对上帝的供应甲保守。是毋是有信心？是毋是有忠心？这是上重要一件代志。魔鬼爱耶稣伊靠家己的力量，甲石变做啥物？变做饼。这是魔鬼要引诱人来怀疑上帝。意思人呢，就想要靠家己的力量就好啊，家己有能力就好啊，无需要靠上帝。这会互人安怎呢？渐渐袂记咧上帝的心意是啥物？魔鬼伊试探引诱人对家己的代志看做要紧，比对上帝的心意搁较重要。上帝的代志比上帝的代志搁较重视。啊，弟兄妹，咱来想看，咱家己是毋是就是安尼？还是一步一步踏入了魔鬼的陷阱内面，然后离开了上帝的心意。咱爱知影吼，有上帝甲咱同在，有上帝甲咱同在。性命才会安怎有意义？即个物质的需要，毋是性命甲生活中的全部。听清楚哦，物质的需要毋是性命甲生活中的全部。所以会使排第一位无？会使，但是魔鬼就定定叫你爱排第一位。爱排第一位的是啥物？是人需要上帝。人爱来分对主、听探主的话，这性命才会得到啥物帮助？这才是到遮上重要的代志。而且呢，伊引诱耶稣，耶稣有能力嘛吼？伊引诱这个有能力的，这能力是倒位来？是上帝允许的啊，是爱用来完成上帝旨意的。伫咧听上帝甲听人顶面，爱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安尼才是上帝恩赐的好关系。所以这恩赐是来满足咱家己的需要吗？毋是，是来爱照着上帝做上帝工，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吼，但是伫咧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呢，因定定拄着的问题就是安怎？选择家己上重要。家己的需要拢放在第一位，吼，这叫做人本主义。妈叫笑，吼，这叫做人本主义，吼，毋是遮好，这叫人本主义。但是上帝，圣经甲咱讲，咱爱以上帝为念，是毋是？爱甲上帝摆喺头前，这叫做神本主义，吼，爱上帝放在头前。凡事呢，爱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以色列人毋是安尼，所以因一摆搁一摆安怎落入魔鬼的陷阱内面。到最后，迄一世代的人，咱拄仔讲的，摩西带迄一世代的人，拢总袂当入去迦南地，拢死伫旷野。啊，弟兄妹，对古早到即摆，吼，即个自我中心的需要，一直是魔鬼试探人上厉害、上危险的一个武器。咱即摆来讲一个。例好啊，比如吼，伫咧安全顶面，魔鬼安怎试探人呢？人会想着要保护家己的安全，煞去伤害别人。咱对圣经来看有影，即个亚伯拉罕甲以撒有无？亚伯拉罕甲以撒，因拢为着要保护家己
己的性命讲袂差，怎讲？因五人介绍因家己的水某，甲水某当做啥物？小妹，是毋是？我险害因的即个某陷落即个危险中间，这个是安全顶面，人拢想着家己也袂害着别人。啊，伫个政治顶面咧，嘛有哦。即个希律王，伊为着咱马太福音，咱较着尔，伊为着要保着家己的王位，伊做啥物代志？伊杀死所有菲律宾即个2岁以内的囡仔呢，甲遮个囡仔拢杀死。啊，搁有即个埃及的法老王，伊惊安怎？伊惊以色列人做起来无力量，对毋对？伊的国家无危险，所以伊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的查甫囡仔。搁有即个扫罗王，伊追杀大地，遮拢是安怎？人达想着家己。啊，魔鬼就利用咱即个私心、即个贪心，互咱活落陷阱内底，啊，就开始会为非作歹。其实佫有足侪例啦，莫佫讲一个好，即个莫讲一个，伫咧工课甲侍奉顶面呢，人会为着家己的好处去牺牲别人，这是常常有诶代志啊！你伫咧做工课诶时阵，你嘛会拄着吼。这圣经嘛有甲咱讲，即个该隐。伊怨妒啥？怨妒伊的小弟阿伯所恨互上帝的面比家己更较水，所以伊就安怎开始家己的兄弟有无？小弟，即伫个佫有一站，即还未信主的保罗，还未信主以前的保罗，伊做啥物代志？伊专门用杀基督徒，成做伊热心服侍的证明，你看。魔鬼拢引诱咱家己人来做即个侍奉的代志，感觉我做较是对。以上拢是伫担受着家己所造成的伤害。咱搁来看，即个耶稣，伊伫有需要的时阵，伊总是想着上帝的心意。耶稣有能力，伊会使将无底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所以即摆魔鬼要求讲，甲石变做饼，有可能无？有啊，伊绝对做会到，对毋对？但是呢，耶稣伊总是用上帝的心意，会当显明出来，用上帝的心意来考虑处理代志。伊伫咧约翰福音有甲门徒讲，行在我这的旨意来明白伊的工，就是我的女牛。有听清楚无？我讲的无好。伊讲做上帝工，可是我的女牛啦，我安尼较会饱，毋是食物件会饱。好，当众人要强逼伊做以色列的王的时阵，伊却为着天父的旨意，行毋是伫价顶。耶稣伊拒绝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无体贴上帝意思的人，遐个代志伊拢拒绝。伊爱要做的是上帝的心意。耶稣伊一生呢充满了心力，独一件足危险的代志，伊却无来行心力，是啥物代志？就是伫咧十字架顶上艰苦的时阵，有人爱耶稣行心力，伊怀疑耶稣是上帝囝，无将耶稣去计较，耶稣甲无去计较伊，伊将家己的需要放一边，伊当是咧完成上帝的旨意，伊无为十字架顶落来，耶稣伊用上帝所赐的即个恩赐能力，伊无用这来拯救家己，伊是用这来拯救咱的性命，咱全体即个性命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即个第二个引诱，第二个，即个所以第一个试探魔鬼就失败，但第二个带入过来，有要安怎试探耶稣呢？伊就带伊去圣殿的顶面，就讲：你若是上帝囝，你就家己安尼倒落去啊！因为圣经有记着讲，伊的命令就是讲上帝叫伊的天使甲你除掉，袂互你杀死，活死，对不起。即个魔鬼呢，引诱人犯罪，拢用足水的理由。你有发现无？魔鬼即摆用啥物理由？你若是上帝的囝，伊用这来试耶稣，
各位兄弟姊妹，即个魔鬼知影耶稣的身份无？知影，连迄细只鬼拢知，对无吼？即个魔鬼伊当然嘛知，伊知影即个耶稣伊受洗礼的时阵呢，天就忽然安尼为伊开，啊上帝的神敢若亲像铁啊降临伊的顶面，都有声音佫讲，即个是我疼的后生，是我所喜意的。即个魔鬼试探在创啥物呢？伊就是爱耶稣会去安怎乱用伊的上帝囝即个身份，你会乱用你的身份无？吼，咱等下较来听看卖吼，爱试看。伊讲你啊用你的身份跳落去啦，跳落去，即只伫咧威胁啥？是威胁上帝呢？是威胁上帝，希望逼上帝哦，你一定爱做啥物来证明讲你有疼伊哦。啊，你听话，咱会安尼无？咱是毋是定嘛是会安尼讲？我来做一寡代志，吼，要来试上帝，是毋是？咱是毋是人做顶？咱啊，上帝爱听魔鬼的支配，魔鬼的权利，是安尼吗？毋是吼，即个试探伫咧提醒咱，上帝有足多应允，上帝伊出于伊的慈爱佮怜悯，咱会使去支取而且会应允，但是嘛提醒咱一件代志。咱袂当用咱家己吼，因为咱是上帝儿女即个宝贵的身份。这个有一个影片，对不起，我这个影片都没有赶上速度，抱歉。这真重要，好，看听，好，提醒咱，讲咱上帝有足多的恩典，咱会使去用啊。但是咱袂使用咱即个身份，咱即个上帝儿女即个宝贵的身份，就是顶，就是咱的身份吼。去安怎？第上帝安怎讲讲？你甲我证明，你甲我证明你有疼我，为我做一寡代志，比变拄伊，咱袂使安尼，吼。来一个举一个例子，哪讲？来，举一个例，好，敢若亲像即个迦南的婚礼内底，安怎讲呢？即个玛利亚，伊是家己，伊感觉家己是耶稣的老母的即个身份，对不对？伊就私底下去求耶稣为伊做一寡代志。伊想要做啥物代志？是要做歹吗？毋是呢，伊当时咧做的代志嘛，无讲歹呢，嘛是真好的。伊是要安怎？伊要求耶稣去帮助即个无手啊，这盐是无手啊，婚礼盐是无手啊，吼，请耶稣来帮忙。可是耶稣安怎回答玛利亚？伊讲，我甲你啥物干谢？我甲你啥物感谢？我的时也未到。安尼姊妹，即句话敢若安怎足无情的，是毋是？听落讲，是啥物？日子啊，吼，安尼无？吼，这是爱咱学习一件代志，互上帝做上帝。迄神学家巴特伊讲的 ，Let God be God， 互上帝做上帝啊！啊，弟兄妹，我感觉，你感觉玛利亚有听会捌耶稣的话无？我想讲，我感觉伊有听捌，我嘛有想通。为啥物呢？因为伊无生气啊，伊到尾安怎做？伊对即个仆人讲，紧啊！伊甲恁讲的，恁就去行啊！吼，你看，上帝有主权，毋是人哦，是上帝哦。上帝安怎讲，人就照伊的意思。咱看魔鬼伫咧圣经用的话，即块话就是出伫咧诗篇92篇，吼。伊用啥物呢？伊用一个无完整的意思，故意互人误会。写诗的人本来的意思，诗人本来的意思是啥物？要得到上帝遮的应允，遮的恩典，啥物恩典？就是哦，你要命令伊的天使，吼，甲你扶着你，啊，你袂去拄着石。即个应允，伊当时摕即个应允尔，但是诗人的意思，写诗的人的意思是啥物？爱先做啥物代志？你爱先倚靠上帝，才会得到遮个应允。然后将耶和华当作是遐人所，当作是上帝，安尼才会享受即个诗篇。你有看过诗篇哦？我感觉足侪人最爱读诗篇91篇吼，是真好的诗篇，你会使常常来读。伊才会面足多的福气甲应允，但是伊就是你爱来明白上帝，互上帝做你的主。
对遮咱来看出魔鬼的工作，伊将上帝即个主动的施恩者即个角色，应允者即个角色，透过试探，互人来误会啥物？误会误用家己的身份，将家己当做稳定的分配者。有听清楚？主动权是伫咧上帝呢。即摆咱该颠倒顶，咱即摆颠倒顶，吼。但是咱来看耶稣，伊有权柄有才情，有能力会使叫风景停落来，佫会使吩咐海里的鱼，家己游去迄个网仔内，对不对？吼，嘛会使互青眉看见，歹会使行，佫互死人会使复活。安尼主耶稣伊拢清楚表明讲，我毋是求家己的意思，只求迄个找我来的意思。这就是互上帝做上帝。咱来看摩西，咱搁来看摩西，咱会使对摩西的身躯，咱会使对摩西来得到一个境界。咱知影摩西伊是上帝的仆人，伊是伫咧以色列全地任中的，甲上帝关系真好，是毋是？但是呢，伊伫咧带以色列人伫咧旷野的时阵呢，这以色列百姓就一直埋怨，毋相信上帝，一直惹麻烦。这个摩西呢，伊就去一个讲，有一件代志，哪一件代志啊？伊无照上帝的意思做。上帝吩咐讲，伊家就看拍一个，摩西安怎？拍两个，但是加拍这一个尔，摩西就袂使入去迦南地啊。哪一件代志？加拍一个，是毋真可惜？所以咱会记得，囡仔有上帝恩赐，会使行新野的，真会晓服侍的，咱拢爱小心。就亲像迄摩西，咱较爱小心。咱爱知影，咱只是做了上帝一切欢喜的代志，而且佫爱谦卑讲啊，我是无路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拢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应该去做，而且这做的就是为倒位啦？为上帝啦。安尼咱会使，咱才会使。亚当讲踏入危险的即个魔鬼的陷阱内面，耶稣伊非常看重着上帝的吩咐，佮有上帝的方法，甲上帝的时间表。啥物叫做上帝的时间表？上帝做代志有伊的方法，咱知吼，有伊的时间呢。吼，上帝而且耶稣伊故意恩情，伊拉萨路，你会记得无？拉萨路。吼，即个伊死几工了后，4工了后，耶稣才出现来去呼叫拉萨路讲出来，互伊对死2个月，是毋是？吼，耶稣伊有啥物爱等4工？吼，这是犹太人的一个风俗，4工了后，灵魂就无可能搁转去身躯内。这就是按照即个时间，要互百姓知影讲，伊就是赐活命的主。而且要将这个荣耀来归乎上帝。咱基督徒毋是单称呼耶稣是主尔，佫真正爱互伊做主，这是叫做耶稣是咱的主。所有的代志拢照伊的意思来行，甲做代志的方法、做代志的时间，佫有这个主权，拢总交托互上帝。毋是咱家己做主，是互上帝做主。真可惜，咱即马真侪人无了解到。咱即个被造、受造的，甲创造的主之间的关系，咱常常会对上帝发脾气讲：为什么毋是即马，互我想要爱的物件？这个是拢无按照上帝的主权，无按照上帝的时间，无按照上帝的心意。咱着讲，这个是试探上帝，要互上帝牵心业伫咱的心上来证明讲，伊。听人，伊有看顾人。另外呢，人佫会常常以为家己是3把字，啥物叫3把字？感觉家己是一个人物，我是一个有头面的哦，我是一个人吼，一个真厉害的人，我毋知影怎形容吼。好，3把字哦，伊用伊的身份做出一寡违背道义的代志，违背人福利的代志。好，我举一个例。有一位真有名的美国总统，伊感觉家己总统任内做了袂歹，吼，所以呢，伊就感觉伊家己会使伫咧
男女之间的关系顶面有特别的权利。咱就常常咱有听过即个新闻，伊伫咧家庭以外，就不断甲别个查某人有无亲戚的关系。迄个是感觉家己是三八，我是总统呢，我阁做了袂歹呢，另外伫咧圣经内面嘛有，扫罗伊认为家己是啥物？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以伊个有特别的权利，讲安尼，爱嫉妒，爱怨妒，伊的怨妒呢，佫做出一件代志，就是用全国的兵去追杀伊家己怨妒的对象大敌。即个大敌是对国家有功劳的，伊煞来追杀。而且话，咱地面上有足侪乱象，就是因为人陷落去即个魔鬼的试探内面，用家己的身份去威胁，然后去做一寡歹代志。咱来想着咱宝贵的耶稣基督，伊完全无因为家己的身份，伊是上帝后生呢，迄个特别的身份，伊完全无靠即个身份去做一寡无合上帝旨意的代志，更加袂用家己的身份去试探上帝。这两个魔鬼来试探拢失败，结果来到第三个，魔鬼做啥物呢？甲耶稣带去一个上悬的山顶，伊将这地面上万国的烟花拢指互耶稣看，对伊讲：你若塌落去拜我，这个拢互你。无，咱爱知影，即个世界撒旦，即个魔鬼，伊嘛是会互人惊喜的能力、权利，甚至伊甲主同款，你若读过迄细路启示录，你个知影，伊甲主耶稣同款的。伊敢嘛使医好受伤的，嘛使互这死的搁活过来。所以咱知影，咱即一届知影，撒旦伊上要做的代志，讲白差了之外，搁有另外一件，就是即马讲的，伊足爱模仿耶稣的，伊足爱模仿耶稣基督。人犯了罪了后呢，就有一种爱追求能力、权势的即个本能。但撒旦呢，就引诱人用即种的能力来敬拜，只要你拜伊，你就会使得到即种能力甲权势。即个伊就会使完成你的使命，伊来引诱耶稣，就讲你得到万国的权利。这听起来真阴森，但是呢，犯罪了后的人呢？犯罪了后的人往往做啥物代志？爱追求名利、地位甲财色。中国有一个皇帝，伊就常常爱出去佚佗，微服出巡，常常爱出去佚佗。伊伫咧江边呢，就看到足侪船只，安尼来去足侪，就问这个游船的人讲：你伫遮做工过？游船几啊工啊？你看过偌侪船啊？即个游船的人啊，就拢无想到就推家己讲两只。遮尔侪工，通靠两只船，那倒两只，一只叫做灵，一只叫做利，就是名利。伫咧即个游船的人看来，人真侪人一生来去，只不过为着名甲为着利尔，为着这两项代志来活。咱伫即个末后的世代，撒旦一直引人只关心地面上的权势、名利甲财色，互人对永生的代志无兴趣，完全无去插即个代志。咱即摆真侪人基督徒，还是对上帝国的代志冷冷淡淡。即个现象就是安怎呢？就了撒旦的引诱，就入伊的限时内。所以咱上帝儿女，咱爱谨慎。撒旦呢，用贪权、用钱、用色来引诱，互人受骗去。伫咧撒旦的试探中，人往往会发觉讲，撒旦互咱贪爱地面上的荣华富贵，可是伊无互咱看到讲，这地面上的荣华富贵拢是怎真短暂的时间，一点仔久就无去啊。伊上可怕的所在就是讲，世界的权钱甲色引诱咱。
却无将这世界的罪恶，甲这世界的灭亡的这个结局显明，互咱知影。咱基督徒是跟对主的人，咱是毋是甲主共心？其实这内面一个关键，往往是咱是毋是在看到永生的权威，大过咱地面上短短的这个权威。摩西伊靠上帝动用，关键就是伊感觉伊认可甲上帝百姓共受苦，也毋愿享受到这个短暂的快乐。伊看家己做基督的受辱，比安怎埃及遮的财物搁较宝贵。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以斯帖皇后吼，伊会当爱记伫圣经内面。伊就是因为伊用伊的身份，伊毋是去享受，伊是来营救伊家己同胞伊的性命。伊冒着家己可能会向处死，要来去容易王。毋通讲家己的民族会使袂向袂无去。到即个尼西米，伊看清伊本来是做王的酒政，吼，即个位真悬，可是甘愿离开王宫，行足远的路。来去到即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迄当阵是真占好的，吼，伊来去建即个圣城。咱知影遮个人呢，伊拢无选择庸碌的方式来过生活，伊拢是看重着上帝拣选，用跟对上帝，可能袂轻松，嘛可能会有苦难，但是却袂使来完成因的生命中。上帝互因的使命，伊甘愿用即个方法来得到永生的价值，用即个方式来过着地面上的一生。咱的生活可能常常会甲咱即马短短生命会甲生活搁有服侍这两件代志，咱毋该安尼扭来扭去，是安怎？咱心内会交战。明明知影讲，即个做法无好、无合理，可是呢，为着要安怎得到好处？可能真紧袂得到好处，嘛可能真紧袂会使安怎来感觉有即个家己的私心甲即个欲望，咱袂来选择了世界的代志，甲上帝的旨意放落来。即种咱定定伫咧遐愈来愈远，吼，好，安尼就陷落了即个试探内面。咱知影魔鬼的试探，咱安尼看落来。即段经文，互咱知影魔鬼的试探。但是魔鬼即摆伫咧试探耶稣，所以魔鬼的试探拢是针对耶稣吗？毋是哦，伊嘛会针对咱。咱顶一届讲道有讲到，魔鬼是专门甲上帝作对，甲上帝伫咧抢人，是毋是？兄弟姊妹，咱是上帝儿女，咱真应爱小心，因为试探就定定伫咱的身躯边，无所不在。咱千万毋通因为咱家己心中的事。较陷到伫咧试探内面。即个耶稣伫咧地上呢，伊代表着一个完全的人，赢过魔鬼的试探。耶稣拒绝撒旦的引诱，耶稣伊拒绝为人来摸摸探探，爱伊做王。伊喺地面上，耶稣唯一一摆享受到地上的荣华，吼，是啥物时阵呢？就是伊骑着这细只的驴，有无？你去了耶路撒冷的时阵，你是伫咧两边安尼欢喜，好赛哪好赛哪迄个时阵。但是耶稣是安怎要你去呢？即个和平的王耶稣，伊入去即个城内，是为着要定死伫咧十字架顶。耶稣伊得到荣华的荣耀的方式，是行上十字架顶，完成上帝的旨意。兄弟姊妹，咱上帝的儿女，咱若想着要拆开即个规条。试探无偌条路，咱爱开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即位赢过试探的耶稣。阿门。咱爱后来祈祷，亲爱的弟弟，主耶稣啊，我们来向你学习，赢过魔鬼的试探。阮有对你来认定，阮知影一定会当得胜。阮嘛要来回应着上帝予阮的呼召，做主的工。顺探主的心意，毋是阮家己的事务。阮若要相信，
全心来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方式、甲上帝的时间，要来尽阮的本分，而且要将一切完全交托给上帝。看到对天来相事，大过地面上这暂时的荣华富贵甲关系。信心听帮助阮看破魔鬼的骹手，嘛使阮力量会使抵挡对魔鬼来的试探。感谢主，安尼祈祷，为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应该相信上帝的作为，毋是因为咱的成分，是因为上帝所要予咱的旨意甲伊的决定。即是咱要献开圣诗620首，有诶288首。圣诗新诶620首，有诶288首。听人真光大愿包围了。求你带我暗暝天星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互我无求袂看见真远路途，扶持脚步，站站引线保护。那这请咱去。Lord.
春龙潭雨季，我会在这里行走，看我们的最起舞。阿门。咱要来做奉献的祈祷。大师兄在南阿爸的时代，我们就拜来到主的面前，那是从的话，希望这个中间，何处一所保守一切拢是个上帝照顾。阮安尼念着淡薄的精神，互主所写讲的内容，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圣名，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报告，报告的来先请咱的牧师，而且来介绍。王牧师，请牧师先来介绍。今仔日咱有一个较特别，就是要分父亲节的礼物啦，吼，父亲节礼物吼。啊，外小长会建议讲，请少年的来分啦，吼。但我是感觉少年的毋知有啥问题啦，吼。啊，年轻人来发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啦。分给爸爸哈，来，好，我们请来到前面来哈。好，父亲请站起来。啊，剩下的再给我。谢谢，谢谢你。这边这边。来，谢谢。我有的，我有。可以上来一个吗？那个要福音伺候一下，福音要来伺候一下。好，剩下的就拿来给我哈。好，谢谢。迟来的祝福，父亲节快乐！来，请，这是咱来报告，请你先对坐。来先，咱来读今日的经文。记载伫咱的经文内面，温州的金父拄着饲来优秀的人有福气，因为伊人定贵气了，要得着王名的天佑。祝所灵魂，听伊的人的，俺告诉你听。来，咱读一遍好来。拄着饲来优秀的人有福气，因为伊人定贵气了，要得着王名的天佑。祝所灵魂，听伊的人的，俺告诉你听。来，我来报告吼。下周事奉，请咱事奉人员家己注意吼。就咱的聚会，请各团体甲小组家己关心注意遮个事，我无要搁重复来报告。奉献的精神，请咱家己活咱，若是毋对，请向咱的出咱来提醒。来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有这个机会，搁一摆伫遮来参加咱实体的礼拜。
希望请咱兄弟爱遵守这个防疫的规矩，专家带喙压入来，请你扫描 QR code， 咱要做实体的登记。每一排的座位，咱请有坐2个人，若有镜头有叉的吼，你唔爱坐吼。今日已经有部分父亲节的礼物，感谢这父亲每一日的辛劳，愿上帝祝福。礼拜后无论行嘅第4楼有聚会，内容是 RPG 的福音祈祷小组的分享甲操练，助理是林牧师，欢迎咱的姊妹踊跃来参加。为着要帮赞甲鼓励咱兄弟参与 RPG 福音祈祷小组，今日的周报内面咱有写一张详细的报告甲内容，请咱伫遮来使用。第二，会当参加下礼主日9月初5实体礼拜的兄弟，咱要伫星期2开始来登记伫教育一堂，还是各团体的顶头来登记。第三，咱本会奖学金开始申请，为着鼓励在校学生有优良的成绩、好的品格，热心参与伫教会礼拜团体甲时间，伫信仰顶面有好的见证的，申请的资格，我无要重复来报告，请咱家己注意，若是有符合这资格的，请将你的成绩单交予主日学的校长、文艺校长，还是咱的林牧师吼。第4项7月到9月的新安讲学经本已经到，主题是经历助温，扭转人生，欢迎咱拢带一本成语伫遮来做咱的操练。逐天用时间来读圣经，兴奋咱的上帝。第6项，伫虔诚的祈祷中，会当读看各人的难处，经历上起稳定的祝福。为着要培养咱兄弟搁较侪的信心祈祷，邀请詹俊培牧师伫星期5暗时8点3点祈祷会，甲咱甲连结甲分享。第7项，本周的圣经念诵题是撒母耳上卷30章到31章。伫8月份，咱邀请咱的兄弟会去同齐来背圣经秘籍经书7章8节到12节。以上的报告来咱本周的受请，8月29，陈同来9月初4，许愿玉。金玉姐，来一春，但是三个同心来祈祷，特别咱为着咱所关心的对象，也是咱本身看做重要，是讲需要。咱是起日吼，咱就拢起日，咱甲同心来祈祷。为着本身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三个主日，主安咱的听阮，也敬宣阮。阮伫遮来敬拜阿罗你，阮伫遮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安感谢你。但只是阮特别为阮的教会的需要，阮超做礼拜堂，就可能为着阮的举办。是伫阮正行姊妹每一位，伊爱敬拜服侍，
造就分享、见证甲引发人，伫遐回应你，祝福你特别感恩三个地咧。新版英文教会开学时间，祝福你甲詹牧师正向一个三个地咧。阮青年人的需要，祝福你特别引发带领，特别这段青年人的时代，因伫咧朝着这条信仰的道路顶面，祝福你会当互因甲你有较密切的关系，超出人脉、经验，甲注重甲你较亲密的关系。祝阮像阮的青年人也交靠伫你的手，靠你特别甲因三个地咧。伫即摆新冠肺炎的流行性流传中间，祝福你特别看顾伫阮正向姊妹的需要，特别即摆拄即个预防社，祝福你特别看顾伫阮每一位兄姊妹，注意用社的人，拢得到你的看顾甲平安。祝福这兄姊妹，无论伫国外的生活、工作、学习，也是因伫安所努力一切，愿咱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特别看顾的手甲意烦，三个地地，伫即段细囝的需要，甲伊本身的需要时，有你的圣手医治甲帮助，看顾的手，大家出去长老，大家教宗，以及做阮一只关心因兄姊妹因的需要。伊的手、帮助的手，甲因三个地地来领受上帝你最大的拯救。祝阮将阮遮兄弟姊妹也恭敬交托伫你的手，阮特别看顾、帮助甲保守。伫即摆 RPG 的基督小组，但是阮家庭这段的进展，祝阮会当阮的属灵性命，无论阮的家庭兄弟姊妹。阮本身拢有甲你有密切的关系，伫遐来建立甲起造，常常用感恩的心摆咧伫你面前，明白你、眺望你，伫真理的顶面，伫遐来行做甲实践。祝阮特别嘅家庭的分享中间，更加有亲密的关系，来共同起造上帝国的福音。祝福你特别甲阮三个地地。阮伫遮为着阮的大多对象。也是阮所关心的，也是阮本身的需要，阮所献上的祈祷。祝福你伫基督中特别听阮的祈祷，伫基督中特别帮助坚固，不但是阮本身，也是阮大多的对象，可以更加来得到上帝你好的旨意的应允，享受帮助坚固祝福。祝阮像阮今日伫遮对你所求讨的，阮兄姊妹的需要，也阮本身的需要。完全恭敬摆咧伫你面前，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由完听地，咱要来吟上言，上言因圣诗390首，俄勒天父万福光源，欢迎极大仁爱标准，俄勒耶稣属我最欢，最我中国相立万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爱，共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带，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